今日我哋要講嘅呢單嘢真係核爆級數嘅，唔係講緊樓市，唔係講緊股市，而係一對全香港甚至全個華人世界眼球跌爛晒都睇唔透嘅世紀情侶王菲謝霆鋒。你話我知點解呢兩個人愛到入晒骨，經歷過咁多風浪，兜兜轉轉20幾年，偏偏嚟到2026丙午火馬年，呢個火氣衝到上天花板嘅年頭，竟然要面對一個唔分開就會損及後代嘅殘酷玄學黑幕。各位坐定定，攞定包薯片，聽我同你慢慢拆。呢個故事牽涉到嘅唔係普通倫理劇，而係一場牽動緊佢哋家族3代人運勢嘅金火大戰。點解啊？你睇下謝霆鋒由當年嘅叛逆靚仔，搖身一變成為今天嘅商業特子，做12道五味，做到全世界都知佢個名。旗下嘅工藝品牌 CG 特效公司賺到盆滿缽滿，身家保守估計超過10億。呢個男人有錢有面有事業，佢爭啲乜？佢爭一個名分俾王菲啊嘛！再睇下王菲華語樂壇嘅傳奇天后，把聲靚到似天文，佢嘅名氣佢嘅地位仲使講？但係你睇下佢呢幾年深居簡出，閒閒地幾年唔出碟，出嚟都係為咗幫朋友撐場，或者係做一啲好細規模嘅 project。佢嘅粉絲等到頸都長，成日問王菲幾時開演唱會啊？出面嗰啲八卦雜誌、娛樂記者，淨係識得煲水新聞，話佢哋追求自由戀愛，唔受婚姻束縛，又話咩各自財務獨立，唔使靠男人。哼，膚淺，全部係表面藉口，真相永遠係殘酷過你睇嘅 TVB 劇集。2026年呢個丙午年係一個雙火之年，火旺到一個點係會燒死人嘅，而呢場火正正就係燒住佢哋兩個，令到佢哋嘅命運要作出終極嘅局隔，唔係結唔結婚咁簡單，而係關乎到佢哋最深愛嘅人，佢哋嘅仔女 Lucas、Quintus 同劉靖彤呢幾個後生仔女嘅安危同前程。你話呢個唔係黑幕，仲有咩係黑幕？各位觀眾，首先要同你哋講下呢個2026年，即係丙午年，到底有幾咁恐怖？丙火、午火，天干地支全部都係火。丙火係太陽之火，係熊熊烈火，係可以將一切燒為灰冧嘅火。午火本身就係正南嘅火，熱到極點，兩個火搭埋一齊。今年嘅火氣係旺到無倫。呢種年份對一啲命格需要火嘅人嚟講，當然係發達嘅好時機，但係對於某啲人呢種火就係致命嘅毒藥。邊個？就係命格屬金嘅人。金呢樣嘢喺五行入面係代表叔叔殺，代表剛強，代表財富同名氣。但金最怕咩？最怕火。你試諗下，一塊鐵你放喺幾千度高溫嘅熔爐入面，佢會點？梗係溶啦，溶到變成一灘水，乜嘢形狀、乜嘢紅芒都冇晒。好啦，關鍵嚟啦，王菲嘅命格係屬於邊種金？我多年研究可以好肯定咁同你講，王菲係一個庚金命，而且係一個極強嘅庚金。庚金係咩？係斧頭，係刀劍，係擎天巨柱，係一種好硬淨、好有霸氣嘅金屬。庚金嘅人性格通常都係好有主見、好硬頸，唔中意妥協。你睇王菲平時嘅作風就知，佢係一個好有自己一套嘅人，從不隨波逐流。呢種人天生就係食名氣呢行飯，佢嘅聲音、佢嘅氣質就係一種重利嘅獨特嘅金。但係當呢個極強嘅庚金喺2026年遇到呢個極旺嘅丙午火，會發生咩事？呢個就叫做七殺當頭。七殺係一種極度好猛、極度破耗性嘅力量。呢個丙火就會好似一個好神惡煞嘅大將軍，拎住把火把，直頭劈向王菲塊金度，要將佢溶解，要將佢摧毀。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師傅，
咁謝霆鋒呢，佢又係咩命？謝霆鋒呢個人係一個火氣極重嘅人，佢屬咩？唔好問我佢生肖，我講緊嘅係佢嘅八字組合，佢嘅命格入面木火通明，係一個典型嘅火旺之人。佢嘅才華、佢嘅衝勁、佢嘅爆發力，全部都由呢團火帶動。你可以話佢本身就係一團移動嘅烈火。咁問題就嚟啦，一個係庚金，一個係火，本身金同火嘅關係就係火克金，即係話呢兩個人擺埋一齊，對於王菲嚟講，本身就已經係一種消耗，一種煎熬。平時或者仲頂得住，但係嚟到2026年呢個雙火之年，呢個克嘅力量會放大1000倍、10000倍。如果佢哋兩個正式結婚，或者好似普通情侶咁日對夜對，謝霆鋒嗰團火就會直接同2026年嘅天時之火接軌，形成一個火海，將王菲呢舊庚金完全吞噬到時。唔單止王菲嘅身體會出問題，佢嘅精神狀態會崩潰，連佢最引以為傲嘅名氣，佢嘅運勢都好似連續咁被燒到一滴不剩。呢個就係第一個黑幕。佢哋唔結婚唔同住，表面係追求自由，實際上係王菲要喺呢個火年自保嘅唯一方法。佢要同謝霆鋒保持一個安全距離，等個團火冇咁容易燒到自己。呢個唔係愛情嘅考驗，而係生存嘅法則。好咧，講到呢度，你可能會話師傅，你講到佢哋咁慘，咁點解當年又要復合啊？分開咪算咯，大家各自精彩啊嘛。問得好，呢個就係成件事最情債、最令人心寒嘅地方。佢哋唔單止要喺埋一齊，仲要維持一種唔結婚唔同住嘅方和界關係。點解？因為當年佢哋復合嘅時候有高人指點過㗎。呢個高人係邊個？我唔方便講。總之就係一個對玄學、對風水、命理有好深研究嘅前輩。佢當年同庭中同王菲講過一番説話，呢番話直接奠定咗佢哋呢10幾年嚟嘅相處模式。高人話：你哋兩個嘅八字合埋一齊，會形成一個火焚名利場嘅局。呢個局有幾毒？就係話你哋兩個只要一夾昂，你哋嘅名氣、你嘅財富就會好似乾柴烈火咁燒到辣辣烈烈。表面上睇係好威，但係呢種火係會反噬㗎，會燒到你哋身邊嘅人，尤其係你哋嘅下一代。高人直頭講到明，如果想停同嘅事業轉型成功，由一個偶像歌手變成一個成功嘅企業家，如果想王菲嘅小朋友，即係劉靖彤同埋兩個仔，能夠平平安安、順順利利咁成長，唔好俾父母嘅強大磁場同業力影響到，咁你哋呢世都唔可以攞嗰張婚書。聽清楚，係呢一世連長期同住都係大忌。最好嘅狀態就係神交，即係心靈上互相支持，但肉體上、生活上要保持一種若即若離嘅狀態。一個住北京，一個住香港，或者一個住深山，一個住市區。總之就係唔可以將兩個人嘅磁場完全重搭。呢個就係佢哋不合住嘅真正黑幕。唔係因為乜嘢性格不合，唔係因為乜嘢財務獨立，而係一份用玄學、用命運簽落嘅孤星式合約。呢份合約嘅條款好簡單，你哋要愛情可以，但係要犧牲名分；你哋要親人平安可以，但係要犧牲正常情侶嘅相處；你哋要自義輝煌可以，但係要承受永遠分離嘅痛苦。你話呢個世界有冇咁何居嘅愛情？又為咗仔女，為咗對方嘅前途，佢哋選擇咗默默承受王菲嘅淡然，從來都唔係因為睇化咗，而係一種無奈嘅接受，一種硬食咗呢個命運嘅表現。各位，如果你仲係唔信，
你拎出你部手機上網揾下2026年王菲偶爾流出嗰啲相，可能係佢去寺廟，可能係佢同朋友飲茶。你留心睇下佢對眼，以前嘅王菲對眼係好有神采㗎，一種好清澈、好超然嘅感覺。但你睇下2026年嘅佢，眼神入面嗰種淡然，其實係一種唏噓。點解會唏噓？因為佢嘅庚金真係被2026年嘅丙火同廷崇嘅火克得太犀利，佢嘅元氣、佢嘅精神能量正喺度被燃燒、被消耗佢嘅臉色。有冇以前咁紅潤？冇。佢嘅笑容有冇以前咁輕鬆？都冇。佢依家係用緊自己嘅名氣運，用緊自己嘅生命能量去幫謝霆鋒擋火啊！你諗下，謝霆鋒呢幾年嘅志意係咪如日中天？好味品牌越做越大，佢間特效公司仲分拆上市，身家暴漲。佢好似一個永遠唔會攰嘅人咁，不斷向前衝。點解佢咁搏命？因為佢知道佢嘅成功係用王菲嘅隱退同犧牲換翻嚟㗎。王菲越係低調，越係唔出聲，謝霆鋒嘅火就越燒越旺。但係呢種旺係有代價嘅。王菲就係嗰個喺背後默默承受火燒嘅人，佢用自己嘅退換取霆鋒嘅進，用自己嘅虛換取霆鋒嘅實。呢個就係佢哋愛情嘅真相，係一個極度殘酷嘅能量交換。所以你哋以後唔好再鬧王菲成日唔出嚟唱歌，唔好再鬧佢浪費天賦。佢唔係懶，佢係喺度續命啊！佢係用自己嘅方式去保護呢段關係，去保護佢愛嘅人。好啦，講到呢度，我相信你已經開始明白好飛戀絕對唔係娛樂版寫到咁膚淺。佢哋嘅愛情係一個充滿計算、充滿犧牲、充滿玄學色彩嘅悲壯故事。但係呢份孤星式合約嘅代價遠不止於此。你以為只係唔結婚唔同住咁簡單？我話你知，背後仲有更加令人心寒嘅嘢。點解霆鋒近年咁搏命做生意？佢係咪真係咁中意煮飯？佢係咪真係咁中意做老闆？佢嘅商業王國表面上係為咗賺錢，但實際上呢個係一個巨大嘅風水陣。佢要用佢嘅商業成功、佢嘅社會地位去建立一個強大嘅火嘅能量場，去填補王菲隱退後所遺留落嚟嘅氣場缺口。佢要用自己嘅火去保護王菲嘅金，等佢唔好被外面嘅邪火燒到。佢越成功，佢嘅火就越旺盛，就越有能力去抗衡。2026年嗰團天時之火，你話呢種愛情係咪啲嘅？係咪辣烈到一個點？呢個故事仲有好多嘢未講完。例如呢，團火會點樣逼佢哋喺2026年做出名分與親情嘅終極掘革？佢哋嘅仔女又會點樣被呢個火焚名利場嘅局影響？仲有，如果我話你知佢哋呢段關係其實係一個九運離火嘅縮影，你信唔信？呢啲所有問題嘅答案都會喺我哋下一段嘅深度八字分析入面為你一一揭開。好，當我哋揭開咗呢份孤星式合約嘅表面之後，係時候要進入更深層、更殘酷嘅核心地帶。你以為唔結婚唔同住就係全部？少年，你太年輕啦！呢個只係一個開始，真正嘅黑幕係關乎到佢哋嘅下一代，係一個牽涉到劫財克子嘅終極玄學課題。點解咁多年嚟，明明謝霆鋒有2個仔，王菲有1個女，4個人都係公眾人物，但呢家人嘅相處永遠好似隔住一層紗？點解後靖童嘅音樂之路總係有啲畸馬？點解 Lucas 同 Quintus 嘅成長過程總係缺少咗一啲嘢？呢一切都係因為佢哋父母嘅八字埋藏住一個會傷害後代嘅計時炸彈。詳細解釋王菲嘅命格，庚金生於新月，係健力格，
極強，但遇到2026丙午年係七煞當頭，庭崇呢個人火氣太重，佢哋一旦正式結婚，庭崇嘅火就會徹底燒毀王妃嘅根。呢個根唔單止係指王妃嘅健康同運勢，更加係指佢作為一個客口兒，能夠保護子女嗰種金嘅屏障。一旦屏障被摧毀，外邪入侵，首當其衝嘅就係最親近嘅人。我哋成日話母愛係一種強大嘅氣場，但當呢個氣場因為五行相克而出現裂縫嘅時候，仔女嘅運勢就會好似冇人看管嘅船喺大海入面漂浮，隨波逐流。點解唔結婚？玄學上有一種講法叫劫財剋子，呢個名詞好冷門，但講出嚟你會毛骨悚然。乜嘢叫做劫財？就係一種會搶奪你生命中重要嘢嘅能量。當兩個極強嘅命格，一個係庚金，一個係旺火，佢哋嘅極藏唔係1+1等於2，而係1+1等於無窮大嘅破壞力。呢種破壞力會形成一個強大嘅磁場旋位，將身邊最親近、最弱勢嘅人扯入去。邊個最弱勢？就係小朋友。如果佢哋兩個嘅強大磁場正式融合，會對身邊最親嘅人造成壓制。停房嘅兩個仔 Lucas Quintus 同王妃嘅女，名義上都係佢哋最掛心嘅嘢，但偏偏就係呢種掛心，如果處理得唔好，就會變成掛心頭上一把刀。佢哋維持名義上分開，其實係為咗唔好將嗰種黑嘅能量傳俾下一代。呢個就係佢哋偉大嘅地方，亦都係佢哋悲慘嘅地方。你再諗深一層，呢個劫財剋子嘅局，仲會影響到仔女嘅邊方面？好正同一個咁有才華嘅女仔，佢嘅音樂天分係咪好似佢阿媽咁，應該要大紅大紫？但點解佢嘅演藝路總係好似差啲火候，成日都係叫好不叫座？呢個就係因為佢阿媽王妃嘅金氣被壓住咗，作為一個下號妖，佢嘅運勢會直接影響到個女嘅事業宮。Lucas 同 Quintus 兩個後生仔，謝霆孔咁辛苦打拼，就係想俾最好嘅嘢佢哋。但點解佢哋兩個嘅新聞總係離唔開父母嘅情史，自己永遠做唔到真正嘅主角？呢個就係因為謝霆崇嘅火太旺，旺到遮蓋咗仔女嘅光芒，令到佢哋嘅命格喺呢團烈火之下，永遠都只係配角，永遠都活喺爸爸嘅陰影之下。你話呢個唔係周周，仲可以係咩離火運主？虛幻同分離，2026年火氣最盛，代表呢種半堂狀態已經維持唔到幾耐。火太旺會令到兩個人嘅情緒都變得極度不穩定。你以為佢哋真係咁享受呢種一年都見唔到幾次面嘅關係？你以為王妃真係咁中意一個人匿埋喺屋企修行？你以為謝霆鋒真係咁享受晚晚對住個爐頭煮飯，而唔係對住自己嘅女人？當然唔係啦。呢種半堂狀態其實係一種慢性折磨，但係為咗仔女，為咗唔好將嗰種黑嘅能量傳俾下一代，佢哋焗住要頂硬上。然而2026年呢，團丙午火實在太強橫，佢會將一切潛藏嘅矛盾全部逼晒出嚟。以往可以忍嘅嘢，今年忍唔到；以往可以扮冇事嘅嘢，今年會好似火山爆發咁，一次過爆出嚟。所以今年對佢哋嚟講係一個終極考驗，佢哋究竟可以為呢段關係、為仔女犧牲到乜嘢地步？霆崇2026年嘅面相，你如果有留意開，你會發現一個好恐怖嘅變化。佢耳朵位置嘅輪廓，即係我哋耳珠對上少少嗰個位變得好尖，好唔平滑。呢個代表咩？代表佢內心嘅火氣已經影響到浸水。中醫有云：浸開靈於耳，一個人大怒大躁，浸水就會被抽乾。
耳仔嘅輪廓就會起角變尖。霆鋒依家就係處於呢種狀態，佢係一個火氣攻心嘅人。如果佢唔識得喺呢年退一步，唔單止嗰段感情會散，連辛苦建立嘅商業王國都會因為火氣太盛而焚城。你以為我講笑？你試諗下一個企業家，如果心浮氣躁，如果冇晒耐性，如果成日想用最激進嘅方法去解決問題，佢嘅生意會點？一個唔該，投資失利，合作夥伴反面，甚至係官非重申，全部都係火太旺嘅後遺症。所以佢依家嘅處境就係行鋼線，前面係彈崖，後面係烈火，一步都錯唔得。講到呢度，我想問下大家，如果你係佢哋，面對一個結咗婚就會損及身邊親人運勢嘅玄學死局，你會選擇名分，定係選擇繼續咁樣名不正言不順咁愛落去？喺評論區留言話我知你嘅睇法，我會親自揀幾個留言同大家傾下愛情與代價。呢個問題其實冇人答得到，因為每個人都嘅選擇都係基於自己嘅價值觀。有人覺得愛就係要擁有，要堂堂正正，要一支分書嚟證明。如果連呢啲都做唔到，咁仲算咩愛？但係亦都有人會覺得真正嘅愛係犧牲，係保護，係寧願自己受苦都唔想傷害對方同對方嘅家人，而非好明顯就係揀咗後者。佢哋選擇咗一條最艱難嘅路，一條充滿誤解、充滿孤獨嘅路。佢哋嘅愛情唔係童話，而係一個悲劇英雄嘅故事，值得我哋尊重，亦都值得我哋同情。好，講完八字，講完呢份黑暗嘅代價，我哋要開始做一個預測。2026年對於對戀人嚟講，到底會發生咩事？佢哋嘅命運會走向邊度？呢度會有一個終極嘅救返，定係會有一個最慘烈嘅結局？我話你知，呢個丙午年嘅夏季，將會係決定性嘅時刻，火氣去到頂峰，兩個人都會面對一個避無可避嘅關口。如果你係佢哋嘅粉絲，你今年要打醒12分精神，因為你將會見證到一段傳奇愛情喺大時代嘅烈火入面點樣掙扎求存，或者點樣浴火重生。各位，2026年嘅農曆5月同6月，即係新曆大約6月尾到8月頭呢段時間，係一個關鍵嘅引爆點。呢兩個月係5月同未月，一年入面火氣最高峰嘅時刻。丙午年遇上丙午月，即係所謂嘅歲運並臨。呢種情況喺八字入面係好險嘅，代表住所有嘅力量都會喺呢一刻傾巢而出。好嘅會好到盡，壞嘅亦都會壞到極。對於華妃呢兩個命格，一個係金，一個係火嘅人嚟講，呢兩個月就係佢哋嘅審判日。我會大膽預測，華妃之間會有一場避無可避嘅大爭吵，或者係外界有極大嘅壓力逼佢哋表態。呢個壓力可能係來自傳媒，可能係來自佢哋嘅家庭成員，甚至可能係來自一啲商業上嘅重大衝擊。總之，呢團火會逼到佢哋埋牆角，要佢哋清清楚楚咁交代，要佢哋清清楚楚咁交代佢哋呢段關係到底想點。呢個就係火煉真金嘅時間，你頂得住你就係真金，你頂唔住你就會溶做一灘鐵水，乜都冇晒。但係世事無絕對，就算係最好避險嘅局，都會有一條救命嘅生路。呢條生路就係水火既濟之道。王妃而家嘅佛教信仰喺玄學上係屬於水嘅能量，水可以克火，可以降溫，可以滋潤萬物。王妃呢幾年潛心禮佛，其實就係喺嗰度為自己、為霆洪儲存一啲水嘅能量，以備不時之需。呢個就係佢嘅智慧所在。佢知道佢嘅男人火氣大，佢知道自己嘅命格怕火，所以佢選擇咗用宗教、用信仰
去為自己建立一個水庫，但問題係2026年嘅火實在太旺，呢個水庫嘅水夠唔夠用？呢個就係一個好大嘅疑問。如果火勢太猛，將佢嘅水都蒸發埋，咁後果就不堪設想。所以停用喺呢個時候，佢需要做嘅唔係繼續加柴加火，而係要學識放下佢嗰種一定要贏嘅火馬性格。佢要學識聆聽，學識妥協，學識用一種柔和嘅方式去解決問題。如果佢仲係好似以前咁橫衝直撞，咁佢就會親手將呢段關係推落險崖。咁最終嘅結局會係點呢？根據我嘅推算，2026年秋天之前，佢哋會有一場形式上嘅分離，或者更遠距離嘅相處。呢種分離唔係因為唔愛，而係一種大愛，為咗保護大家嘅磁場，唔好互相送愛。可能你會聽到消息話王菲去咗一個好遠嘅地方閉關，或者謝霆鋒將自義嘅重心遷移到一個同王菲完全相反嘅時區。總之，佢哋會用一種更加疏離嘅方式去維繫佢哋嘅感情。聽落好荒古，但係對於呢兩個被命運作弄嘅人嚟講，呢個已經係最好嘅結局。因為只要佢哋仲愛對方，仲在乎對方嘅安危，佢哋就必須要接受呢種遠距離嘅愛。呢個唔係妥協，而係一種升華，一種將個人嘅慾望轉化為對對方嘅保護。睇明星嘅命運，其實係睇緊我哋每個人點樣喺大時代入面揾平衡。九運離火，大家都要學識冷靜、名利、名分，有時都係虛火皇妃。呢段世紀戀情教曉我哋一個好重要嘅道理：世上冇完美嘅命格，亦都冇完美嘅愛情。每一段關係都需要經營，需要取捨，甚至有啲時候需要你做出最痛苦嘅犧牲。佢哋嘅故事就係一面鏡，反映住我哋每個人喺愛情入面都有可能遇到嘅無奈同抉擇。你同我未必有一個火焚名利場嘅命格，但我哋都可能試過為咗愛人、為咗家庭而放棄一啲自己好想要嘅嘢。呢種放棄唔係失敗，而係另一種形式嘅成功。今日拆解呢段世紀戀情，係想話俾大家知，玄學唔係迷信，而係一種了解自己、了解命運嘅工具。當你知道自己嘅命格係點，知道大運嘅流向係點，你就可以做好準備去迎接每一個挑戰。孔飛嘅故事仲未完結，2026年只係佢哋命運長河入面嘅一個關口，之後仲有好多嘢會發生。但係無論結果係點，佢哋呢種為咗守護後代、為咗對方而願意承受孤獨嘅精神，已經係一種值得我哋致敬嘅大愛。如果你中意呢類有血有肉嘅玄學爆料，覺得我講得入木三分，記得 like 呢個視頻 ，share 俾你身邊嗰啲鳳飛 fans。最重要係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就係要打破傳統，用最地道、最赤裸嘅角度同你分析娛樂圈入面每一個你睇唔透嘅現象。你嘅每一個支持都係我繼續為大家揭露更多黑幕嘅動力。多謝大家支持我哋，下集見。最後提多次大家，2026年火氣重，記住要心平氣和，多啲飲水，少啲勞氣，壓下火氣，自然就會行好運。我哋後會有期。